你看眼睛几乎，哎呀，取名字就要妻子的了，这是要给那个娶不到老婆的买的。80多岁了也想买啊，这单身没有修行会受不了。所以以后会像家电一样，很大陆卖的要花1万到5块人民币。也有做那个牙医用的，就是给医生拔牙齿用的。哎呀，那么厉害啊！机器人做成这个样子，也有 AI 人工智慧呢，会反应啊，拔牙齿痛会反应哎，真是厉害啊！里面都是管线啊，皮的下面都是管线、电线线路啊，差别在那个人工智慧啊。所以说，人的灵魂才是肉体的真正主人啊。人的生死轮回变化会有不同的躯壳。